無用計較，快一手身邊美麗每一天，還願確信你竟良辰在腳邊，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，你也好，你也好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 Ken 啊。今日咧就冇乜嘢直播小貼士俾大家啦，因為咧都真係做一個慈善活動係啦。回饋翻社會啦。其實我哋做咁多保健產品啊，或者一啲老人家產品，其實收到嘅利益咧，應該都係出錢又出力咧去回饋翻個社會好啲嘅。所以今日咧其實就真係要全一個唔係賺錢嘅活動。係啦，真係出錢又出力，好多獎品咧都係除咗自己會出錢之外啦，亦都透過我哋嘅少少感染力咧，都叫供應商咧，尤其是香港品牌供應商咧，都支持下呢個活動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哋點樣幫手支持咧，就係嚟緊喺呢一個咁樣嘅中秋嘅晚會之後咧，再過多2日咧，我就會搞一場直播。嗰場直播所有嘅利益咧，即係扣除晒所有成本啦就會捐贈俾呢間老人院嘅，係啦。咁我哋義務性質去做呢樣嘢，係啦。原因都係講句，既然都自己喺即係社會度都得到一啲利益啦，咁亦都想回饋翻呢啲利益俾人哋。咁亦都係藉住我哋嘅影響力咧，即係我同太太影響力咧，希望啲供應商，尤其是香港品牌供應商咧，都可以實質咁支持。而網民咧，亦都可以點樣支持咧？非常之好嘅，直播裏面咧，去買嘅所有嘅產品咧，其實都會比平時係平好多。之餘咧，你每一個嘅活動咧，其實我哋都會係回贈翻俾呢間老人院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成個嘅計劃想做嘅嘢出嚟。所以其實首次啦，係啦，開咗個網店都大概8年到嘅時間，係啦。咁今年都係第一次喺中秋搞呢樣嘢。咁要搞得好嘅，我都希望透過即係我同太太嘅一啲影響力啦，可以幫社會有需要嘅人啦，喺嚟緊嘅新年啦，或者母親節啦，都係會同一啲主辦單位一齊去搞嘅。咁所以作為主辦單位嘅你，可能係有啲慈善公益嘅你 ，NGO 嘅你係啦，M88牌嘅你咧，想透過我哋嘅關係咧，係可以幫助到社會嘅每一份子咧，都踴躍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咁我亦都會咧主動聯絡翻嚟睇下可以點樣做嘅。好啦，希望下次再見大家，希望呢個慈善活動咧，亦都咁有意義咧，希望可以帶到即係一啲福利俾社會有需要嘅。